掌声，快快快，来高兴啊！掌声在哪里？哇！爱大家，爱不爱我？爱呀！爱妹妹也爱大家。我们的团长，我们的老师，秀美姐姐，老师，还有我们的谁介绍一下？爱丹，爱丹呐！谢谢大妹妹一起姐姐的中秋节，谢谢团长秀美姐姐邀请妹妹来。第三日，新北市天爱慈善团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度过很快乐的时光，快不快乐？掌声！快乐！谢谢妹妹，谢谢。啊，谢谢美美，谢谢。